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睇到都市地区的福高沙期，研究提推广一种鱼的囤菜养生的内容。细细的空间，如是的用鱼的姜种菜，用来种来去架设。轻简单的做法，提阳台、木档甚至塘下，用2只长的2条水管，一只小型储水摩打如是的哟。带下用鱼的当个种菜，囤鱼的排放出来的污浊水分解个利用。如是的提供青菜必要的养分，唔是落皮，也唔是淋水，韩国是的食啦空间又安心。更加如有家庭、农场、企业如上做嘢来吃一个新的农耕方法。韩国有除了鱼的囤菜，又加的做类嘅哟，带大家向下来了解。饲料经对的水工的东方的鱼的公干车，也到位下啲新店的一间沈阳农场主任李家贤，当日听说会做嘅头度，因这水工东方的鱼的喺农场度重要嘅角色。这个架子有一个架子是有挖洞的，这个是有挖洞的，有没有4年前李家贤本单喺啲香港嘅员工做事。有一日吃到严重快，去医院检查过后，发现抽动癌症。故所老头路病态接受治疗，每几天会重新过日的。啲朋友介绍一下，佢许多的夏威夷来学唔吹养生那套，人生就按呢有会改变。我就一直在想说，也许好，我可以来学个鱼菜共生，然后来做自给自足。所以我刚开始学鱼菜共生，我的想法只是为了要自给自足，就是我种菜养活我自己，养活我的小孩，锁紧就好了。李家贤头下嘛是社会清楚自家新嘅人生方向，经研究到有心头，故所今天陆省内推广较好，为限卡当然来认识，乜解运到唔吹养生。鱼菜共生它的英文叫 aquaponics。aqua 就是 aquaculture， 就是渔业养殖。那 ponics 是 hydroponics， 是水耕栽培。那我们就是把渔业养殖跟水耕栽培2个结合在一起。那在渔业养殖的部分因为鱼在水里面呼吸大便尿尿，它会产生 ammonia。那这个 ammonia 对鱼是很毒的东西，所以渔业养殖他们每天都要透过大量换水。然后让鱼可以生存得下去。那他们一天大概换掉20%到30%的水，那这些水呢，通常都不会经过处理，就排放到我们的下水道，污染我们的河川跟大海。一种耕种方式唔是淋水同挖皮，故所啲都市度也系啲屋卡嘅阳台、流动等，就做啲成立自家嘅小农场。安尼生活里程变短呢，减少咧碳足迹，未减少对河坝嘅污染。流出去的水通通收回来再利用。我们把鱼产生的阿莫尼亚透过大自然当中的有益菌，它去吃了阿莫尼亚，然后把它转换成菜所需要的养分。那菜的根呢，扮演过滤跟吸收的角色，它一方面吸收了它的养分，一方面又帮鱼过滤掉有毒的成分，再让干净的水流回来鱼塘。所以它会形成一个鱼帮菜、菜帮鱼的一个共生关系。唔吹养生啲美国同澳洲已经吹讲10公年咧，不过现在国内嘅气候条件冇相用，强吹种类有按多，李家贤花个年半来吃，而那种菜来用到唔吹养生呢桶空气清好，未经过实验，发现亚种呢桶有乜嘅好处。把所有的菜都拿来种，那后来发现，其实如果说你的系统达到成熟的程度，几乎90%以上的菜都可以种。鱼菜共生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它种菜的速度、菜成长的速度很快。我们把这个莴苣的苗在系统里面，我们收成只要35天，可是在土里面我却需要55天。
那底下待会你们每个人看一下虹吸现象产生的样子，它水量会非常的大，在非常大那个样子才叫是虹吸现象产生。比如为吹工唔吹强盛，李家县嘅农場大禮拜都會開 DIY 嘅課程，教大家對簡單嘅家庭內桶開始來做。是為有熊嘅、水果嘅、設計模大，就做地啲屋卡，開始來學種菜、學香嘅，故所上嘅移動民眾來報名參加。那个流程是，等一下空空的，就先把石头放进去，对，放水。像这里面底下全部都是放发泡炼石，之后才可以放水嘛，哈。水再让它进来。对，水再让。也係對我哋職業婦女嚟講係一種新嘅體驗啦，嗬。因為像有職業婦女大部分喺講去那邊買菜啊，都會擔心講啊，呀菜到底係有偷也係冇偷，但是自家嚟動手做的話，就會較放心。主要是要讓我們的生活更天然、更自然一點，然後學習一點新知識。一個是讓自己吃到自己種的菜，有成就感；第二個是外面的東西現在越來越讓人家覺得害怕，所以我們就會想要自己試着自己學看看。不過也條看起來簡單，啲屋卡就做得自家來做嘅呢桶，實際去做到我要好嘅舒適，其實冇按過。上少我3週年的時間，安尼唔吹強盛嘅呢桶將會平分。像 DIY 的系统至少要3個月，就是你氮循環過了以後，你達到一定的水質標準，你開始種菜。那種菜不是說馬上種的就很漂亮很綠啊，因為大家知道魚裡面有很多的養分是缺乏的啊，那這個養分是要靠微生物去幫它做轉換。那你這個微生物在繁殖的過程當中，它是要有時間的。这顆又生病，看得出來。討厭。哦，這個就是被剛剛的粉絲所咬到感染，就是有點枯黃黃，對，黃黃的。強用係用唔吹強盛呢桶來生產強吹高質嘅小資源，農場係啲南投市嘅八卦山蛋糕，佢當然會同本用向下去選高鹽，同時高鹽都紅嘅蟲嘅係加掉清強嘅。我們最討厭遇到的狀況就是這個蟲，不管大蟲還是小蟲都很討厭，因為畢竟有機的話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學的藥劑或是農藥，什麼都不行。我們只能用最天然的方法，用抓的，不然就用肥皂水，那個植物性的肥皂水下去噴，讓它窒息，這樣子而已。小資源同研究所家下就專門來研究唔吹強盛嘅呢桶。多年前去參加農業會嘅漂調計劃過後，今天會轉到家鄉南投來建立唔吹強盛嘅有機農場。一般來講，也下國內對水耕栽培後還冇辦法通過有機認證。不過小資源研究出來是用有機機質來碳耕法來耕種，還用嘅黃土位來做有機嘅益菌皮，故所得到了有機認證。病害來了怎麼辦？所謂病就包含細菌啊、霉菌啊，對不對？而且什麼真菌啊相關的，或甚至還有病毒，用什麼方法去克制、去克服它？其實我們是用以菌治菌的方法，就是說我好菌多了，你壞菌自然不容易侵入到我的身體裡面。這個水是哪邊在用？下雨的水啊。我知道啊，它你看到這裡，所以你整個循環水，在這裡可以。就除了下雨，因為這裡的植物量不夠吼，對，所以它水會比較深，水色比較深。因為啲研動科技大學精緻農業培育中心來嘅研究團隊，當地嘅同小資源交換經驗，為了希望普通農場開發出更加多嘅市場。同時，今年研究團隊未同小資源接觸幾下拜過後，研發了一套唔吹強盛嘅種子，還結合了 LED。安尼設備就做得當地省內，故所得到的美國匹茲堡發明的金牌獎。因為我們透過循環的系統，收集了全部魚的排泄的有機體，我們有一個抽水的系統，然後再透過那個混合的裝置，我們進行所謂的霧化的，比這個自然耕作
更进一步也超越了现在水耕的植物工厂的方式，因为透过这样更能够有机会达到有机体，也要降低都市农耕成本的压力。工作人員將一米一米太盲米嘅用淡濕板留起來採用調查，測量有結蟲嘅，含菌架嘅生長情形，也見啲屏東嘅生態農場結合嘅樹生農場，係國內一間生技公司打造嘅，並係全台灣頭一座吹做強生嘅綠體溫室。氣候的極端變異啦，然後再加上這個海洋的污染。還有捕撈漁業的過度捕撈，造成整個這個海水資源的一個枯竭，那這是我們看到的。這個根據這個 FAO 啊，就是世界糧農組織，他們做的這些研究報告，大概在這個25年後啊，我們的這個對於水產養殖的這個依存啊，就是要靠水產養殖來提供水產蛋白質，大概會從30%拉高到75%。現正看到的全世界氣候環境經改變，加上國內食物問題又很多，啱則決定我用對環境友善嘅方式嚟打造野草生態農場，用嘅有個經濟價值嘅用淡濕板同埋呢，透過規劃嘅強力嘅溫室環境控制，保持水嘅強力，每次加培育唔在嘅雷鋒車尾島外界嘅平土。跟室外不一样，因为室外有太多无法确定的因子，比如天气。可是，在我们温室，天气都是可以掌控的，我们温度都会保持在一定的状况下，所以我们成长方面，还有于得病的机会方面，都比外界稳定得多。在我们的养殖这边，我们为了降低成本，所以我们自然也希望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疾病都摒除在外，然后几乎可以不要用到这个所谓的药物来控制，这样子养反而比外界他们认为说可能成本会拉高，反而没有，反而这样因为它的活存率拉高之后，它的生产成本反而是降低了。工作人員剪下野稻進場嘅菜，野稻菜都會向5個會有嘅歐洲水再高利用種出來嘅，同時未培育日本人講係聰明菜嘅海糯米，打造嘅菜做強下嘅生態循環系統，還唔會受到世界同天時嘅影響。我們公司有設置那個地風冷卻系統，就是我們抽外面的空氣，然後經過地底下去冷卻，然後再灌到我們的整個廠區裡面，然後降溫，把整個廠區的溫度都往下降。這樣子的話，我們在夏天的話也可以生產冬天的蔬菜。啱則講未來還會開春堂。透過自家來料理自家有嘅食材，表現出野稻食材嘅嚴密，咪就係頭稻米都自家來做嘅技術，使定會改變台灣農業同小農經營嘅環境。我們不是批次化的生產，就是說，像我們的這個養殖場，它是分這個次，就是連續式的養殖。像我們養殖槽有16槽，每個系統裡面，它就是一槽魚賣掉之後，我們再進一槽的苗，它就是階段性的做，幾乎每天可以生產來供應這個消費市場，而不是像傳統的農業或養殖業，他們是用所謂的批次化生產。天地氣候變遷又難有安全的土地，這部生長環境越來越唔好，農業加熱的科技，而建議改變呢唔會受到世界同天候限制嘅傳統耕種模式。對複雜嘅用途都建議適宜農場，也係做到像輕量化嘅生產方式嘅吹強生系統，而建議喺台灣發展起來，同運用 LED 天風來推一條嘅植物工廠冇共用，按呢嘅強生系統，還係希望用親天然嘅方式，循環再高利用嘅有機養分。形成一個會長長久久嘅生態循環圈。我聽說啲鐵家貴成什麼嘅都市度，未做得自家種到類似。